Hello，大家好，我係你哋嘅筍盤 Billy。天氣咁好，梗係要帶大家睇返啲靚嘢啦。Billy 而家身處嘅位置，珠海版馬爾代夫，珠海唯一帶5萬平方嘅網紅白沙灘，冇錯啦，又係綠楊灣。今期咧帶大家睇綠楊灣嘅長灘別院獨棟別墅，只有18席嚇，一字排開。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全部都係東南朝向，一線永久無遮擋嘅白沙灘海景。如果你住喺呢一個位置，每日都可以最近距離咁欣賞悉心打扮過嚟呢度影相打卡嘅小姐姐，仲要係每日都唔重樣嘅，咁賞心悅目嘅畫面，諗諗都開心啊！18席別墅一字排開，全部都係獨棟，全部都係同一個積數，515平方。地上3層，地下1層。喺帶大家參觀別墅之前呢，想問鏡頭前邊嘅各位你哋一個問題：大家心目中嘅別墅係生咩樣呢？呢度唔係講外形嚇，而係你哋心目中嘅別墅係想要景觀靚啊、戶型好啊，定係採光好，定係一定要帶地下車庫嘅，定係以上4種功能你全部都想要嘅？希望大家帶住今期 Billy 呢個問題睇晒今期呢條影片，希望喺最後大家喺評論區留低你哋嘅想法，睇下今期呢一個單位係咪你哋理想中嘅 Dream House。出發睇樓，我哋依家喺正門嘅位置，地下1層，地上3層。俾大家睇一睇前邊先，因為我哋係有地下車庫嘅，所以咧地面就唔再設立停車位噶啦。高層嘅住戶咧係過唔到嚟我哋別墅區嘅。咁我哋別墅區嘅住戶咧係有張嘟嘟卡，可以喺前邊嗰度嘟卡，然之後出去可以入到去高層嘅園林。我哋而家入去睇一睇，正門、前院左邊、右邊望一望下。咁呢邊咧係側花園，可以行到去後花園，即係望海景嗰邊。咁呢個進深咧都有30米嘅。睇睇呢個位置，採光井前邊都仲有個採光井，咁就係負1嘅採光井啦。OK， 再入翻去，雙開嘅大門，入咗嚟之後，呢個就係玄關位置啦。往入邊睇，左手邊就係電梯井、樓梯上返去樓上。呢個就係中廚。我哋再過返嚟，左手邊呢就可以做西廚啦。西廚嘅位置喺呢個位置。右手邊飯廳。咁由我哋呢一個位置咧，到翻前邊嗰扇落地窗嘅位置咧，係有9.1米嘅長度。咁左右兩邊嘅闊度咧係有8.2米嘅。咁大家可以感受下，睇下1扇採光窗、2扇、3扇、4扇、5扇、6扇、7扇，70平方嘅客飯廳，咁就有7扇嘅採光窗，而且係全部落地嘅。呢個效果 O 唔 OK？ 睇下呢個中空客廳咧，有6.6米嘅高度，全部都係落地窗，正唔正？呢個採光面冇得輸啊！一線永久無遮擋，白沙灘海景，正唔正？我哋出去出邊睇睇個花園。呢個花園長度咧係有13米，闊度咧係有6米嘅，感受一下。我哋出邊呢一個位置，今日天氣非常之好，舒唔舒服？睇下呢個外立面。我哋側花園望返去前門嘅位置，呢度就係採光井。
再感受多下呢一片白沙灘，珠海版馬爾代夫。好，我哋而家上樓上睇一睇。嗱，呢一個角度望過去，成個客飯廳舒唔舒服？上邊呢個位置可以望到落嚟。呢個電梯井預留嘅闊度係非常之舒服嘅，1.5乘1.5，所以咧做一部大部啲嘅 lift， 非常之舒服。樓梯間嘅位置都係配有採光窗，我哋上邊睇睇。採光窗都係足夠嘅。呢個底下採光井落到去負1嘅採光。上咗嚟之後，呢個位置就有一間書房。我哋睇一睇，由2樓望返落去客飯廳嘅位置。嗱，呢個位置望出去嘅景觀，兩面都有採光，舒唔舒服？2樓我哋就唔多睇啦，我哋俾翻戶型圖俾大家睇。咁我哋上翻3樓，3樓先係主菜。呢啲採光窗，左右都有嘅，採光真係一啲都冇得輸啊！別墅嚟講下，呢啲採光正唔正？好，上咗嚟之後，左邊第一間書房，房間係出露台嘅。嗱，右手邊呢度亦都有一個露台，咁我哋就唔出去睇啦。入返嚟之後，呢邊都有一個衣帽間，咁呢個位置呢，就係衛生間啦。呢個衛生間嘅空間，哇！想點玩都得啊！你想點樣設計，想幾靚仔有幾靚仔。再過返嚟就係休息區，主人房嘅開間呢係5.5乘5.5米，足足30平方，層高係有3.2米㗎嚇。呢啲係平層俾唔到嘅，3.2米嘅層高。出返嚟，哇！呢一個 view， 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主人房全尺寸嘅落地窗，哇！真係冇得輸。嗱，床頭如果喺呢一個位置，望返出去咧，呢邊係東面。嗱，我哋東南向啊嘛，左邊係東面，瞓喺床頭度睇日出。好，我哋出去露台度望一望，帶大家感受一下。嗱，呢個大露台，先睇一睇呢個空間感。3.4米乘8米，正唔正？喺2樓係咪？喺3樓感受一下呢一個珠海版馬爾代夫網紅白沙灘。幾多小姐姐悉心打扮喺落邊影相，每日都可以睇到唔重樣嘅，正唔正？嗱，咁呢個位置 Billy 就有少少睇法啦。嗱，我哋前邊呢一個位置咧，到時候睇下點樣整，點樣靚，點樣嚟，擺翻個貴妃缸，一邊浸浴，一邊望住出邊呢一個咁靚嘅馬爾代夫景，簡直就係人生贏家。今日天氣好好，望清港珠澳大橋，望到香港，非常之舒服。點解喺呢個位置整個貴妃缸呢？因為我哋衛生間個位置咧喺入邊，景觀就冇乜景噶啦，但係咧就好好用，4方4正嘅，所以建議大家喺呢一個位置。哇，正！真係浸住浴缸，飲住香檳，望住呢一個咁靚嘅 view， 話 Billy 都唔捨得停啊！真係想俾大家親臨現場去感受一下，舒唔舒服？今日嘅天氣，日日都可以同陽光玩遊戲，帶住你心愛嘅 BB 喺落邊同陽光玩遊戲，正唔正？嗱，我哋右手邊咧
嗰邊就係人行濱海半島3期。我哋上一期條片咧，帶大家睇咗一個159平方精裝嘅4房，就係嗰度位置啦。哇 ，Billy 都唔捨得落去啊！雖然係有啲曬，舒服。帶大家上去睇埋頂樓，哇，真係正到飛嚟飛去，感受多下呢個主人套間。嗱，我哋過返嚟電梯井呢一個位置啊，咁就行樓梯上去呢邊嘅露台。呢啲採光真係冇得輸，正到飛嚟飛去。就算係陰天咧，你都唔會覺得暗嘅，係真係舒服。嗱，咁我哋頂樓呢個空間真係你想點玩就點玩。嗱，出咗嚟之後，呢邊就望高層，睇返我哋上邊啲高層。望園林，俾大家感受一下呢一個空間，呢個露台，頂樓露台啊，正唔正？舒唔舒服？嗱，感受一下陽光與海灘，正唔正？舒唔舒服？今日算人少㗎喇，哇！啲海水靚到，好落樓。我哋呢個位置咧就係地庫啦，睇下地庫呢個位置入去，睇睇。雖然係負1樓，但係個採光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呢度係電梯井，上返去。其他地方唔睇，我哋先睇下地庫呢一個4方4正嘅廳位，睇到未？負1樓，採光面3線落地採光窗。呢度由 Billy 企嘅呢一個位置行到底咧，係有9米嘅深度嘅。咁啊，左右咧係有8.2米，上下嘅話係有4.3米嘅層高。所以呢一個空間咧，如果你利用好起身咧，就非常之靚仔嘅。睇下我哋依家咧係未開窗嘅情況之下，嗱，所有嘅採光窗都係冇開，見唔見到道門咧？其實呢個位置就可以感受到對流，負1樓咧通風都係非常之好，見到啲門上邊啲膠紙咧都識喐嘅，係咪啊？採光通風都係非常之舒服。咁呢個電梯井咧，睇睇呢個電梯井咧，唔係做細電梯嗰啲電梯井，呢個空間咧都夠大嘅，有1.5乘1.5米。成棟別墅睇晒，掂唔掂？正唔正？希望喺評論區見到各位嘅留言。呢度係咪你理想中嘅 Dream House？ 景觀一線無遮擋，永久白沙灘海景嚇，正到飛嚟飛去，可一不可再。馬爾代夫景觀，今日能見度較高，可以望清港珠澳大橋，同埋望到香港。最重要嘅就係每日你都可以喺呢一個位置見到悉心打扮過嚟影相嘅小姐姐，每日都唔重樣啊！而且係最近嘅握手位，握下手加翻個 WeChat， 開唔開心？掂唔掂？如果你將個花園裝修得靚啲，就好似將架超跑直接揸咗入沙灘咁，自動帶上門功能。講笑講笑，景觀可以講得係呢一排別墅最大嘅 selling point。講緊珠海嘅華發山莊、中信紅樹灣、中海銀海灣，幾千萬到過億嘅別墅都冇辦法擁有呢啲得天獨厚嘅自然景觀，可一不可再。僅僅只有18席，真係靚到飛嚟飛去。每日坐喺呢個位置睇女，唔係睇書，街都唔想出。再到戶型，負1樓4方4正，層高4.3米，通風採光都係十分之完美，好難得有一個負1樓咧會有咁好嘅採光同埋咁好嘅通風嘅，100% 嘅私密性，拎嚟做會所
開 party， 正到飛嚟飛去。再到1樓一線嘅馬爾代夫景觀，6.6米中空嘅大客廳，中廚、西廚都有獨立嘅空間，而且飯客廳嘅空間感真係非常之舒服。再到3樓，成層嘅主人大套間，所有功能區齊全，可以瞓喺床頭度睇日出，而且帶一個28平方嘅大露台。總統套房都冇咁高標準啦。再到採光，成棟別墅4面採光，而且都係大面積嘅落地採光窗，正唔正？真係無可挑剔啊！不論晴天雨天都影響唔到你欣賞窗外嘅美景。再到有地下停車庫，講緊好多豪宅別墅都未必有地下停車庫嘅，私密性直接翻倍，所以有地下停車庫嘅重要性。呢度要景觀有景觀，要戶型有戶型，要採光有採光，要私密性有私密性，集萬千寵愛於一身。東南朝向，每日都可以瞓喺床頭度睇日出，靠山面海，而且呢個靠山有黃氣嘅。山嘅另外一邊呢，就係軍港警備區，黃氣加持，你住喺呢度，包你生意興隆，出入平安。再睇翻我哋左手邊呢一條山脈，猶如一條青龍護體，左青龍右白虎，真正嘅風水寶地。同時呢度靠近深珠大橋嘅落腳點，廣州地鐵18號線嘅後環東站，仲有即將通航嘅唐家港。嚟緊我哋搭船去深圳、去香港都極之方便。一線永久無遮擋白沙灘海景別墅，可一不可再。僅僅只有18席，現時有4個單位喺度放緊盤。我哋今期睇嘅呢一個單位呢，係最平嘅，叫價2380萬。有價講，有價講，有價講啊！重要嘅事情講3次，集萬千寵愛於一身。有冇興趣？下期見，拜拜。